来继续来看国庆日，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讲，以4个坚持、4个韧性为主题，要继续来打造更加精实的经济产业、社会安全网、自由民主的体制，甲国防的战略，要互世界一个更加好的台湾。因应着最近两岸局势紧张，蔡总统再一次来强调，今年的国庆主题守土卫国，讲会担起自我防卫的责任，袂坐咧等，方决定命运。111年中华民国双十国庆，总统蔡英文发表谈话，除了替过去伫2年疫情之下辛苦的医疗同仁加油，嘛将台湾未来发展以棒球比赛做比喻，如同棒球比赛一样，这一局能够化险为夷，并不代表我们下一局就会风平浪静。走过上一个阶段的疫情风暴，下一个阶段我们挑战更大。更需要我们沉着面对，共同解决。疫后的世界的秩序正在剧烈的变化。目前，欧美各国正苦于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。台湾的通膨虽然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因应全球经济衰退的变局。因应局势改变的国际社会，台湾以4个坚持、4个严硬，要打造一个严硬的国度。民主韧性的建立，更是守护台湾的关键。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让自由民主体制成为牢不可破的全民共识。民主社会中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立场，可以相互争辩，但不论外在的压力有多大，我们都要坚持自由民主体制一致对外。其次，就是强化资讯的透明及错假讯息的辨识。台湾是最常遭遇到资讯战的国家，这项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正不断地干扰我们的民主体制的运作。面对境外势力的渗透及意图破坏，我们一定要用更透明、更民主的方式来应对。除了加强民主韧性，因为这几年两岸局势紧张，蔡总统嘛强调，咱袂干那等待命运被决定。为了强化国防战力与韧性，我们加速推动了国防改革，国防预算也逐年增加。我们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。我们不会坐等命运被决定，我们也会和盟友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及稳定，包括国防战略、民主体制，更加面对当前国际政治变局，台湾直直成为国际社会焦点。今年国庆，总统蔡英文重申守土卫国是全民责任，嘛用北京话话，敢若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，这是重新启动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。上尾蔡总统嘛讲，今天大声地说出我是台湾人，是一种光荣，也是一种骄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